镜头来看到咱屏东茶城，昨有一台军车甲奥多麦相撞，这骑车33岁查某人是重伤不治死亡。警方表示，双方拢无食酒，这车祸的原因也搁来调查。因为军方嘛表示讲，会搁加强官兵赛车的教育训练。奥多麦倒伫咧路中，车卡破去压甲规涂骹。14发生伫咧屏东青城乡山卡路的这件对撞的车祸，33岁姓陈的女子骑奥多麦，和一台军用车撞到，紧急送病院。我就联络倒人无。 陆军华东防卫指挥部表示，经过初步调查，26岁姓陈的军人所驶的军用车是属于台东地区指挥部一台轻型战术轮车，在执行任务的期间无顺利甲奥多麦撞到。目前配合案件的调查，警方表示双方拢无啉酒开车，不过骑奥多麦骹手颈椎所在骨头断去，送病院了，意外死亡。原因为一台军用车辆于山脚路南向北直行。 与对向驾驶之不重机机车女子发生对撞，致该女子倒地四肢多处骨折，有救护车送往恒春旅游医院急救，后转院至芳疗医院不治死亡。本部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厘清，并依军车保险作业规定办理后续事宜。车祸原因也搁伫咧继续调查。陆军华东防卫指挥部讲，会继续强化官兵的行车安全教育加防卫驾驶的观念，维护部队行动安全。警方也呼吁民众，伫咧路的赛车、骑车爱提高警觉，有当时危险是熊熊就会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